網絡爆料，轟龍蛙啦15少 VS 至高級張瑞新，表面稱兄道弟，暗裏各懷鬼胎。喂喂喂，今期花生真係大粒到震，大把人等住食啊！話說更龍蛙啦嗰個15少，同埋自稱至高級嘅金毛新張瑞新，呢兩條友表面上好似好老友咁，實情根本就係各懷鬼胎。對於佢哋嚟講，而家嘅局面真係合作始終痛過分裂。點解咁講？事關張瑞新最近終於如夢初醒，發現15少之前猛咁爆俾佢聽啲所謂內幕猛料，原來10成有9成9都係老作嘅。張瑞新發覺自己金鋪真賴咗嘢，俾人當傻仔咁點？但係張三份出名詭計多端，佢計過度過，知而家個勢絕對唔可以即刻同15少反面撕破臉皮，唯有表面上繼續扮冇嘢，暗地裏就開始着手提防呢個人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以往佢哋兩個喺 YouTube 一齊聯播，扮到好有默契嗰啲片，最近竟然好多靜靜雞落晒架。你估15少張瑞新真係手滑撳錯咩？呢招叫先下手為強啊！佢哋兩個會急急腳將啲片下架，背後有兩大算盤，防屈侵權。佢係提防第時兩個人真係反面嗰陣，15少會發窮惡，用聯播片侵權做藉口去惡意舉報佢個 channel，為咗免除後患，保護自己個台，梗係第一時間清走啲證據啦。割席自保，15少平時拍親啲片內容好多時都踩界，下下食黃標甚至紅標，嚴重違反 YouTube 條例。張生為咗自保，唔想自己個台俾人拖累，搞到收 warning 甚至封台，梗係嗱嗱臨將所有聯播片收埋晒。講到尾，呢兩個人由頭到尾都係建基於利益先至行埋一齊，互相利用。外界仲有人以為係張瑞新好有義氣，慳啲啦。而家張瑞新搞到15少嘅實際利益受損，粉絲同課金又走晒風，張瑞新嗰度15少即刻醒水，全面提防。呢場貌合神離嘅表面兄弟戲碼，遲早全面大爆發，大家買定爆谷，等睇好戲啦！